小易管家，我在呢，开灯。搞定。嗱，我係 Jason，今日咧介紹呢個樓盤咧，佢真係乜都有齊晒，因為咧佢係有低首期可以做啦，兼且嘅話咧，佢全係標配一個全屋嘅華為智能家居系統嘅，兼且咧每一層樓下咧一共有10大主題嘅飯會所啊，包括有兒童區啦、健身房啦、卡拉 OK 啦，同埋咧有電競區嘅，兼且我哋地下停車場咧係仲帶埋充電樁、智能洗車、智能垃圾分類等等嘅高科技生活配套啊！咁我哋樓盤咧仲係現樓喎。嗱，上到嚟咧，我哋係做一個105平方嘅橫廳設計嚇，可以見到樓下啲花園整好晒㗎啦，係現樓嚟嘅嚇，仲要送埋你家私電器添啊，帶埋一個全屋嘅華為鴻蒙智能家居系統嚇。咁呢度咧係3房嘅設計啦，其實呢度咧係原先係個房間嚟嘅。牆咧係剝咗佢，整翻一個大橫廳，空間非常之靈活嚇。咁同埋咧，我哋係有2個洗手間嘅，一個公衞啦，同埋一個係位於主人房嘅主臥。呢邊做一個兒童房。咁嚟到主人房嘅話咧，空間就夠大啦，因為呢個位置咧，你放洗手台又得，你放衣櫃又得嚇。咁啊，洗手間咧係足夠做到乾濕分離格局嘅。咁呢度咧行路5分鐘咧，可以去到華發嘉華停車場啦，同埋去到海鮮島大酒樓嘅。10分鐘咧，可以去到華發商都，而且我哋仲配備為流巴車，可以翻到港珠澳大橋，翻到太子荃灣，係咪所有功能都好齊全咧？就差你過嚟落訂啦嚇！有興趣朋友嗱聲聯繫我。